请陈讲师慈悲签到鞠躬，坤道鞠躬。哎，讲师好，请坐下。好。喂，咱前人咱副前人各位点爱师各位前贤大德，大家下午好。下午好。谢谢。非常的欢喜咱今仔做福报的啦。拄啊一个下昼看3种演出就对啦。快拍过啦搁看到国乐啦，搁看到演出啦。这出演出本来就是伫咱8月15是要演的就对啦。临时迄个前人慈悲，讲真在啦，甲咱遐济来祈求上天慈悲啦。所以咱今年的8月15较攞促销，这个戏呢，用遐因足辛苦的进前就排演好啊，无互少年仔表演一下嘛，足无彩的，敢是安尼所以攞刷来今仔日演出咱今仔会当讲在座前贤呢，太有福报的会当来迄个啥有雷声啦有乐器啦有演戏啦。我看到心里足感动的，目屎比里头所以话也要讲到底真正目屎就飞袂离啦。咱就知影古早时代老前人辈，因是偌用心将咱道呢经营出来经营甲一定来咱台湾这条路咱铺白咱若阁毋知人收毋知人办有够无彩的呢，你敢知？所以咱今有遮好因缘，拢就是上天慈悲，做事也丰足师尊师父两位老大呢，大分大德，甲咱前人副前人各位点传师，互咱有一届机会来学习了愿啦今仔互我要学习的就是这段咱道德经的第8章叫做玉水章玉水啦就是咱会知啦有两位讲师美香浅显甲今日讲师呢因一定工作者道德经伊厉害就是逐章拢咧讲道所以咱以今仔来讲两位讲师就借着天咧说道，讲着借着地咧说道迄拢是上人咧听就对啦，因为天迄个啥，咱袂感觉讲伊偌伟大呢，各位前贤敢是安尼？有一届啦咱学界前贤互我讲咱爱感恩啦互我就问讲咱是要感恩谁啦？我就开始感恩爸爸啦、妈妈啦，有无？咱想会到拢讲出来啊啦。毋过怎想都袂想着天啦，嘛袂去想着地啦。各位前贤，你敢知影是安怎？咱就感觉足自然的啦。天头有啥物人去感谢的，地头有啥物人去感谢的。互我讲一个故事啦有一个何老师。爱逐暗拢习惯性去买一个报纸就对。较早报纸是1份5块尔啦。即摆去买报纸摕10块就15块嘛，敢是安尼？伊回头过来准备要走一个去食讲迄落啥？咱倒来化缘就对啦。讲迄落善人行好麻烦你也要布施一下啦。这个何老师伊是修道人咧，所以我过来伊手拄啊摕5块咧，人搁来化缘咧，好来，这5块就我互伊就对啦，一工安尼，2工安尼，3工安尼就对啦，经过一两礼拜我过来就是迄个伫遐等你，5块你，有一工迄个何老师拄啊身躯剩5块，无10块啦。什么买报纸要买，我过来，迄个嘛伫遐等你。毋过伊今仔是无5块伊摕5块，伊就无走对毋对？身躯无钱手嘛无钱我过来，迄个去食嘛伫遐等你。先生，麻烦你布施一下啦。会讲歹势，我今仔日无零钱嘛无5块人互你啦。讲先生，你欠我5块。各位前辈会当意会着这个故事咧。就是上天对咱足好的啦，互咱穿，互咱食，互咱大，互咱足平安无事的啦。
毋过咱拢袂去意会着呢，咱感觉这做啥？这本来就是爱啊，这本来就是爱安尼啦。各位先生，到迄个本来就安尼呢，敢是安尼？所以咱第就是学天之道，学地之德，所以天地有可能讲足济，咱较无法度意会。所以咧，咱迄个老祖圣人啊，伊就讲，无去讲较低落来，互咱大家拢听话，就是水。各位先生，水咱大家拢用啊，敢是安尼？我请教咱啦准做今仔日后金啊，后金啊啦佫有水啦，各位先生，金仔较重要还是水较重要？水较重要有金仔较水咱较爱金仔，较爱水。对吼，咱无金仔有水会坏落咧，咱若有金仔无水是无法度生活着呢。毋过咱拢较爱金仔咧，这是足奇怪的代志物以稀为贵啦，敢是安尼？所以呢，圣人就来讲，道一道足简单，伊就讲啥？水就是道啦。所以我今仔负责就是要讲这水的德性就对啦。咱来参考看卖安就对袂讲之前咧，咱先各位先生，咱做伙来念啦来1、2、3，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利不争。初将人之所故己有道，故善地，心善缘，有善人，言善信，静善智，思善灵，动善时，夫为不争，故无尤。这种伊的本文就是安尼尔。简单讲啦，圣人照着水了讲道啦，因为道可道非常道，伊是无法度讲袂出来，嘛无法度野写会出来，嘛无法度摕互咱看。这无形无相的物件，伊就照着万物了讲道。上贴切就是照着水啦，水啦好。对咧，伊就讲这水后壁有7个好迄个线条，所以叫我上善若水，也就是安尼啦袂讲之前互我来讲一个故事互咱听。这个故事就是换古济水啦。可能至少人较毋知影，因为咱这个年纪的较早拢去换古济嘛，敢是安尼？捌换过嘛真的，真毋免换啦，真的水就把 Q 拍落就噼噼啪啪的，看你要偌济烧的冷的拢有啊。较早无遐好通呢，较早你也要爱水要洗衫啦，反正要用水，你就是爱去啥古济遐去换水看呢，敢是？古早时代就有一个皇帝啦，伊咧打扮白身啦，要去拜访明镜就对啦，看伊伫咧天下有啥有名愿无？就叫所有的人会陪同讲，恁拢莫做我厝，我家己出来就好，安尼较袂去互我甲讲伊是皇帝就对啦。直直行，千山万岭行到足辛苦的。拄伫山内看一户破厝，迄个啥破的厝啊。伊是讲巴肚啊、腰啊，搁喙焦，骹酸啊，就去弄门啦。有一个姑娘拍门开啦。看有找份人来无？较早的人足朴实的，无小钱啊。即讲有可能是诈骗集团啊，诈骗咧，较早足善的就对啦。人起来，阮这伫深山内足罕你讲有人来啊，来请坐。迄个打扮白身的皇帝就讲我足喙大啦。迄个姑娘就讲你遐坐，我咧讲这水灌水互你啉啦。就灌开无，就倒一碗迄个茶互啥？互迄个皇帝啉就对啦。伊毋知伊皇帝啦，就一般人安尼就对。皇帝啉就讲有够轻松，也袂伤烧，也袂伤冷，安尼就对啦，拄啊好。皇帝啉咧讲好，等下洗一个骹的毋是偌好的啦。迄个姑娘讲好，要洗骹我来灌古济水，就拢去骹古济水尔就对啦嘛是咧灌水卡，即卖真正伫遐洗骹咧。皇帝讲，奇怪，这水哪会烧干的啊？迄姑娘就讲，迄个啥，
先生，你唔知影，因为你长途跋涉啦行遐一路，骹一定烧啊。你骹烧洗冷水会去燃着，会去伤着你骹，会伤着你骨头，安尼对你身体无好。这个皇帝讲我头这做囡仔人安尼接熬着安尼啦啉的是拄好，也袂伤湿，也袂伤冷，拄好啉歹拄好。要洗骹着爱烧的，甲袂去伤着咱的身体。伊讲好，等来洗一个面更较好啦。顾了讲好，你遐济我过来灌水，有哪迄口水迄口过节就对啦，去灌来，面顶落摕这个先生洗。洗了，各位先生是烧遐冷的，冷叽叽，冷甲足舒服的就对啦。迄皇帝讲你的水太冷甲，冷甲烫心肝骨啊安尼啦，所以迄个姑娘话就讲先生你唔知影，像你遮忝洗一个面心凉皮吐开，你心情嘛较好，等下你要出来的时阵嘛较有精神啦。这个皇帝问讲奇怪呢，姑娘你著平平伫这口水寒的，太慢烧的，慢冷的，慢袂烧袂冷，各位先生，你敢知影是安怎？为什么？来动动脑筋，是安怎？它会去口这寒的同一时间寒的后烧的、后冷的、后袂烧袂冷的，为什么？水的深度咱浅显拢做体会啦，伊就甲迄个皇帝讲啦，讲先生。因为咱若要啉毋通伤烧，嘛毋伤冷啊，叫中道啦。所以我迄咧灌水的时阵拄啊放伫咧锅这中，放伫个中，就甲灌开，因为去互一头拍拍的嘛，顶面是烧的，下底拍无着是冷叽叽，中拄啊拍一半，拄啊也袂烧也袂冷，所以伊的啥，大汤水放伫中，所以灌开是袂烧袂冷，拄好。因为你要洗骹安怎着爱烧水，所以我着换啥？换顶面的水，互一头白甲起个烧滚滚，迄刮开是会烧的就对啦。因为你要洗面安怎着爱先凉皮透开，着爱冷的，所以我大桶放我足深足深足深，较刮开，迄水是冷叽叽的。各位先生，含刮一个水就含分遮济呢？真的呢，咱干嘛去想着这个问题？我这个皇帝听一个心头鼻头开，都足欢喜的，良心大喜，都讲天下间上有智慧就是这个姑娘啊，都这个姑娘接入来的皇宫，封伊做封伊做正宫，所以先生，这就是灌这水的故事啦，所以你看一个水就遮侪智慧啊呢，含灌一个水就学问遮济啊呢。所以呢，是安怎互我要讲这个？因为今仔都拢讲水，讲水啦，好，所以第一个本文来讲上善若水，啥物叫善？就是会当将道啊表现伫外口的，这是上善的啦。迄刚刚有一个人家咧问我啦，伊讲啥物叫善，啥物叫不善啦，啥物叫恶就对啦。互我就来反问啦，讲你的感觉啥物叫善，啥叫恶啦？伊讲骂人、吵人有无？迄就是恶啊！拍人、害人，迄就是恶啊！善就是普求助路啊！救度众生啊！这就是啥？这是善啊！我就讲你拄啊着一半啦。伊讲太着一半我就讲着爱看伊的心啦。比如讲啦，咱的囡仔做毋对。咱会骂伊，会拍伊、嚷伊啊！咱是安尼拍嚷伊，为着伊好。咱的出发心是毋是善的？所以安尼拍人是善的呢，安尼骂人是善的呢。咱的前辈才有当时看咱一定啥，咧剃刀啊，咧分段，咧毋歹入班啊，有当时讲话讲较重的呢，各位先生。点来所来讲话讲较重的，有当时伤着你，安尼是善啊恶？安尼是善的，因为伊惊你害早去啊，伊惊你毋就出来有长啊，伊惊你啥半途离废啊，所以有当时就啥讲话讲较重，这出发点是善的所以有个人讲，伊做善事做足济啊，普求助路足济啊，毋过咧，伊为着名声，为着名利，为着要出风头，为着要啥，迄个
哦，比如像咱这个竞选总部吼竞选嘞，啊，着做做这个善事的，啊，每个目的咧，就是要做大官，啊是目的咧，啊，这其实伊的心就有啥起心动念就恶啊，啊，所以什么叫上善？就是足自然会当将它表现出来，就是用以善用心啊，表现出来，这就是上善的啦，这个上好的啦，无嚼有自作的，足自然的，咱看到人艰苦，足自然你着拉他一把，啊，咱看到伊啥歹过，咱加减啊赞迄个啥赞助一个，完全无所求的啦。啊，咱看一个这个人善根足好诶，咱讲几句话善言善语互伊，就是要度伊，啊要度伊是咱要度伊，啊你足自然咧，就来度，就一摆我去度一个要请口，一个浅显啦吼，讲安尼啊真嘛，啊恁太遮骨力啊，啊太啊定定来安尼啦，啊恁到底伊都求倒安，伊都70几岁啊，啊我拢70几岁啊，佫善根遐好吼。会当来请口啊，安尼啦。啊，讲好啊，恁是趁偌济啦，啊，太定定来啦，安尼就对啦。我讲无咧，阮拢无趁钱呢。啊讲啊，我请到对你有啥物好处啦？安尼啦。啊讲好啊，讲嘛无咧，无啥物好处咧。啊讲啊无你才骨力要来度我啦，安尼啦。好啊，讲足简单的呢。我就是希望你袂当转来天堂啦。咱会当迄落咧后尾遐共聚一团啦。安尼尔，这个目的尔，无啥物目的啦。啊，你有请口，对户口嘛无啥物好处啦。啊，你无请口，对户口来讲嘛无啥物歹处啦。啊，着咱两个有缘，啊，着加减来讲，啊，你着加减听，啊，你若听会落，迄是你好报啦。啊，听袂落咧，户口嘛无法度咧，真正咧难歹度咧。所以所以会当上自然咧表露出来，迄叫做善。啊，上善咧最悬的境界啦。代表至善啦，无自作，无比较，无对待。所以有时啊，老子圣人要用水来做讲，伊是上善的。各位先生，你慢慢去体会哦。水也咧流无，伫咧流里流吼，啊伊向倒流，只要是低所在伊就流，是毋是安尼？往低处流嘛，啊你也看吼，伊流过了，就无过去心啊。各位先生，咱活较紧啊，话拢50岁、60岁，对不对？70几岁拢有啊啦。各位先生，咱一路行来，咱拢会犯到一个错误，叫做五常作当。会袂？我较早偌勇的，你敢知啊？我较早偌小，迄个偌烟斗的，你敢知？我较早体在红啊、刀子咧，偌济人祝我呢，拢想到我咧。迄叫五常，所以咱修道袂使有五常，就是袂使有过去心啦。啊，水就是无即个过去心，是毋是咧？伊流过就流过啊，伊袂阁倒头啦。所以伊无迄个过去心啦。啊，伊嘛无现在心，伊得离流啊，伊嘛要讲袂听落去啊。所以伊嘛无现在心。啊，流了往下一直流，啊，到底要流去倒，伊嘛毋知。当时等着石头，伊嘛闪过；等着啥，伊嘛阁闪过。拢无啥物物件当甲阻碍的。所以就是讲。过去忙一着，现在嘛忙一着，未来咧毋免踌躇，未来免计划啦。各位先生，你敢知是安怎？因为佛的世界，咱人性的世界，未来是免踌躇的，足自然就流露出来。什么时阵你该做什么代志？什么时阵你安怎应对？什么时阵你爱办什么事件，拢足清楚的，很奇怪。咱若讲要计划这落啥搬出，这一定爱计划。我是咧讲咱自受的世界，伊免筹策的，伊免计划的，足自然行到遐，你就是会做啥物代志出来就对啦。安尼呢，就是无过去心，无现在心，无未来心。各位先生，你看咱一个修道人啊，无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一定达到无我啊，无我啦。无执着我这个境界啊。无我的境界，就搁无法执，无法执搁无非法执。安尼当下你就是佛，这佛就是遮简单尔，就上主要咧，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所以安尼叫做上善的啦吼。所以道本无言，圣人少不言道，是毋是安尼？道无法度讲的，讲出来就毋是道啊啦。
啊，毋过较早圣人呢，毋是攞做圣人借水咧功德尔，差不多大家圣人因拢就是借水咧功德。咱来看迄个诺贝尔空注签迄个孔老圣人好，来播放一下微笑。放大一下。含蕴着君子毕生处世之道。他长流不息，滋润万物，给大地带来生命，好似有灵。虽有百折千回，却始终奔流向东方，又好似有志。面对千尺绝壁，一往无前，又好似有雨。水流必向，浩大无尽而不回复，又似有道。清澈透亮，万物于水中都能洗去污秽，洁净自身，又似善于降祸。河水有如此之多的美德，不正是君子毕生处世之道吗？好，各位亲爱，空圣人嘛是看做了五道，因为咱切掉一下。含蕴着君子毕生处世之道。切掉一下。咱因讲住做无用的啦，所以真歹势，好，所以这是空圣人看到水跟五道，所以你看伊个形容讲遐好，互伊圣人呢，互伊圣人嘛有这是易经啦，互我大概来报告一下，咱遁卦头前有乾卦甲坤卦，乾卦代表查甫的，坤卦代表查某的，所以乾坤交合了，是毋是囡仔生落来？所以遁卦就是囡仔，儿子生下来的就是囡仔，囡仔出世了的，是毋是懵懵懂懂，叫做懵卦，懵懵懂懂伊也需要，我嘛需要，所以你要看咱家有两个囡仔，咧生迄个啥玩具啦，拢会烧一碗。所以你要两个囡仔，迄玩具一定要买两份就对啦，无不是你就看到遐烧抢就对啦，就是伊也需要，伊嘛需要就对啦，咧抢玩具的叫做送卦，送卦就烧正啦，细汉的啊，祭书我要甲妈妈讲，我要甲爸爸讲，我听拢安尼，烧正了的，就是啥，就是告书啊啦，去甲老师报告啦，去甲妈妈报告啦，你就是教书老师遐啦，笔卦就烧笔啊，我较济咧，我较有咧，我较赢咧，是毋是会烧笔？互我是安要讲这，你敢知？因为这是人生的一出戏啦，这叫做水利屯，山水蒙，水天虚啦，天水寿，地水湿，水地比，伊个卦的组合，坎卦伊互伊性来讲就是水。我今日要讲水就对啦，因为这一定6450档的文字啊，古早时代无字就是用这卦象咧看字的，安尼咧，顶面一个阴的，中一个阳的，下底搁一个阴的，安尼组开这卦叫做坎卦，坎卦就是水，互伊圣人讲的水叫做啥含险啦，各位姐姐，水有含险无？水足恐怖的咧，你若看一年当的做人啊，打去水里啥去遐佚佗的死偌济人，你敢知？真正咧，迄水足恐怖的咧，迄个啥，迄是互伊圣人来讲啊，即个水咱得了水就是爱注意啊，因为水会无情啊，像即个一年大海啸，听讲要死几6000人就对啦，足恐怖的啦，所以你看人生的一出戏一开始就坎卦含险嘛，到你忙的时阵嘛，搁啥坎卦含险。等你输的时阵嘛，搁坎卦；等你爽的时阵嘛，搁坎卦。到输的啥嘛是坎卦，到比的嘛是坎卦。代表讲人生当中坎坎坷坷啊，各位前贤，咱若无人生当中无坎坎坷坷你袂大汉啦。迄圣人的意境就是安尼咧，即个咧，你若囡仔保护好势拢唔甘伊食苦，唔甘伊去食头路，唔甘伊去做啥？去互社会无安尼练各位前贤，真一句话叫草莓族的啦，不堪一击啦。属实的咧，你若囡仔放互出去咧，
互去食苦，互去哦，迄个呐社会安那磨安那练，安那坎过搁一个搁较好的正面叫智慧。你无受人生的啥坎的坎坷坷吼，你智慧走袂出来啦。所以今仔咱修道受苦有智慧，受磨有智慧，吼，咱搭帮做道有智慧，吼，一路行来千辛万苦，上台死安尼你看，圣老前人，哦，为着要救万人，甘愿牺牲家己，有苦无有够苦，啊，毋过这才是大智慧哦。哦，大智慧就是才显现出来就对啦吼，所以人生就是苦海，坎坷就是安尼，吼啊，所以咱今仔有修道，咱会当转念，食苦当作食补，吼，千锤必练，安那袂无法度从咱的心考会倒就对啦吼，所以这是互伊圣人的啥的水，吼，啊，咱这个水咧现代人吼，有哪有就对啦，吼，这是一个日本教授，佢专门咧研究水。伊个水的结晶就是遮水啦，哦，遮水啦。毋过伊有哪会变化哦？因为这足长个吼，我大概用一个就好啊，哦。好，伊讲吼，打听音乐，这水的变化就足济啊，吼。啊，伊个水的水晶叫啥？讲唱个交响曲啊，哦，交响曲咱知无？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吼，迄交响曲啊，吼。讲水吼，听即个声音啦，吼，伊个水晶就变安尼啦，水晶体啊。哦，啊，伊也唱了离别的，也是伤心的歌无？哦，迄个心事若无讲出来，哦，足悲伤，足艰苦，迄水的水晶个变安尼啦。迄真正水有生命咧。你咧甲讲啥？伊听有就对啦，伊的影像互你看就对啦吼。哦，啊，听着搁安那？搁甲迄落哀怀怨的吼，别人的生命是空境较空人，阮的生命无值钱，有无？吼，听这个歌吼，就变安尼啦，各位先生，吼，好啊，这是听迄个心碎的歌啦吼，啊，听到正面的咧，吼，听迄个大藏经。逐工拢啊念经，逐工拢啊念经，好，你啊看伊结晶是遮水，所以吼，互我有一摆去社头啦，吼，去啊讲一节课啦，啊讲完的时阵吼，拄啊一个学员吼来讲，老师啊，阮祖囝吼扫3工啊，咳嗽3个月啦，3个月扫袂好啦，吼，啊讲啊是安怎呢啦？伊讲慢慢怎？啊我找医生啊，讲有啦，中医也找啦，啊西医也找啦。吼，大家讲遐找，妈祖婆遐找啊啦，吼，啊算命也找啦，卜卦也找啦，啊一定找到无半啦。啊我讲安尼袂使咧，因为扫3个月一定要100工啊，哦100外工以后，吼，要100工啊啦，啊100工就比百日咳啦，百日咳吼变好就足困难的啦。吼，啊伊就是拄啊，互我咧讲迄个啥，迄个大悲咒水啦，大悲咒的水就对啦。哦，伊讲老师，迄买水要哪处啦？哦，我讲吼，足麻烦的咧，这吼，你着爱念7749届大悲咒呢，水吼较有效呢。哦，这样麻烦，无安尼啦。哦，你下暗时要用吼，来咱的佛堂吼，安那献香啦，参多数献香就对啦。吼，啊献好了吼，你慢才开的。吼，你着讲啊，地主啥物人，老母慈悲，啊，我祖囝啥物人，吼，啊一定扫3个月啊。是毋是请老母慈悲拨转，哦，互伊扫较紧好诶，吼，啊，看你要100块数也好，1000块数也好，啊，拜二开吼，即杯水各位浅浅，咱咧杯水呢，看无啥对毋对？毋过经过底下拜100块数，经过你啊拜1000块数，即杯水一定无共款啦，你要相信无？真诶，即杯水会治百病呢，因为这是互我亲身体验的对啦。吼，啊，我就讲你啊，求好了吼，迄杯送清，吼，啊，请倒去，请倒去，互恁祖囝啉，安尼啦，啊，逐工拢爱来献，吼，你讲好，啊，伊真正逐工去献，啊，因为互我迄阵讲一礼拜去1天，一定经过7天啊，第2天又搁去啊，好，互我就足紧要的，我讲浅显啦，吼，啊，恁祖囝安怎？伊讲老师好消息，阮祖囝一定拢好去啊啦。要食药呢，打食迄个送清会好呢？你敢要相信？
互我要相信，因为答案在这里。迄杯水，逐工伫听你念经说法，迄杯水，互你伫遐叩诉，咱早线上也好，晚线上也好，迄杯水一定是普通的水啊，甚至安那会比百倍就对啦，吼，一定净化了。所以你要看伊水晶比较水，吼，好，吼啊，用读字的咧，共款咯。伊讲你啊用字啊，吼，啊那大爱啦，还是感恩啦，吼，伊个结晶是较水，吼，好，伊也读字哦。吼，啊！你也用歹的咧，讲吼，你足讨厌咧，我袂爱太好死啦，哦，伊个水晶就比足恐怖啦，吼，所以迄水是啥？水是会讲话就对啦，吼，啊，咱这部分讲到这就好，来慢慢下，切换一下，切换一下，吼，啊，所以这就是啥？现代人咧研究水，伊真正讲话，吼，啊，所以你要看哈，各位先生，咱若一缸无水吼，活袂落去呢，真正呢。哦，洗衫嘛了水，洗米嘛了水，洗身躯嘛了水，反正洗衫拢爱水啦。啊，敢有人咧拜水？那是无呢吼，无人讲拜水咧吼。啊，因为无人去拜伊，伊个好哪无怨无怨，这就是伊上伟大的所在就对啦。吼，好，啊，水的特色就是啥？形状会当千变万化，吼，上接近道。所以咱今仔要修道、学道、办道，要达到成道的阶段。就像水安尼就对啦啦，圣人来交代啦。哦，啊伊讲安那，水茶伊的特色无味，无味啦。吼，咱若修到了学水的无味，什么叫无味？叫做无欲，嘿，清清净净，吼，无挂无碍。哦，各位觉得咱会当叫哪练到无欲啦？吼，因为吼起心即是妄，所以咱就要修到袂起心动念啦。啊，不管你起一个什么心。迄就是妄呢，迄就是业定呢，迄业报就是安尼来呢。嘿，所以咱吼，咱若年纪有吼，忙坐了就见讲过去，嘿，啊讲煞袂记哩，嘿，啊要死煞无勇气，啊只要好好啊活落去，嘿，忙讲过去啦，过去就好想喺水头去就好啊，忙去讲啊，因为你讲愈济吼，业报愈济啦。有人讲啊，我著也无做歹，也无杀人，也无放火哦，我杀人放火代志大条呀咧，哦，咁是安尼。我著无做歹，才业报遐济，因为吼圣人教咱修着讲，你的念头起就是罪啊啦，你的念头起就是业报啊啦，就是遮严重呢。啊，你讲无要安怎修到无念，无念就是正念，嘿，无念就是无欲，像水安尼清清淡淡的，吼。做一个比喻，你要看，真少年仔最爱啉迄个泡沫红茶啊，还是可乐，吼，各位先生，你敢知迄偌恐怖？咱若唔相信，你会当做一个试验啦，吼，用迄可口可乐哦，凊彩啥物牌拢无可乐哦，吼，你著要倒一杯啊，迄铁钉啊，吼，铁钉啊，迄生鲜的啊，你也按一落来啊，明仔载你来看卖，你会惊死啊！你去铁钉啊，迄鲜拢加开啦。各位先生，你敢要相信？事实了，因为这个实验我捌做过，迄可口可乐啊，迄有够大个，含迄鲜就加开，你看，啊，咱若啉落咧，哦，迄味上拢加去咧，你敢知影？嘿，啊无免啦，啉茶啦，茶无咱啊，足好个，伊袂甜，也袂咸，也袂涩，袂啥，无味啊，吼，啊无味较咱持久嘛，敢是安尼？吼，啊伊袂臭啦，袂臭就像咱黄讲师讲的无私无欲啦。无私无欲，嘿，伊袂臭啦，吼，啊，所以你要看咱这个花海子，吼，就是白水老人，一世人拢无咧啉饮料的就对啦，嘿，啊嘛无咧食罐头的啦，啊也喙焦咧，拢啉白茶的尔啦，吼，啊伊就是要修养啥，修养的德行，吼，啊所以安尼达到啥无私，啊无色，无色就一定无我啊，像我头先讲的，咱修到无我的境界吼，先不朋友去啊啦。你当下就是佛啦，哎，哦，啊，所以人讲一切事中无心，以愿行做主，哦，水伊的特性就是安尼，所以咱来当学伊的无味啦、无臭啦、无色啦，吼，无自我的意识啦，各位前年你发端出来就是啥？道心，发端出来就是道念，咱借着道心道念去办事哦，安那一切都 OK， 大家拢做和谐的啦，因为吼，咱有一寡争夺，啊一寡无爽快，一寡意见，迄就是咱的我相，咱的意识在做事。啊咱若大家拢用道心做事咧，无即个代志咧。
所以讲咱来一切事中拢无心，完成做主，安尼咧一切都有得推动，就足简单的啊。一切主行无为，率性而作。所以你看水伊就是安尼，率性而为。伊嘛毋知影伊要去倒，嘛毋知影要流去倒，就率性就行。时间到抹出来就流，就是这么简单。咱来修道咧，嘛是共款安尼就对啦。水的功用毋是学来的，伊是啥本地所发的。所以咱修道就是共款的。咱即种六根做主对不对？毋通互六根做主，爱你的自性来做主。啥物叫六根做主？你讲好，我搁爱听迄无说的，人也无晓学了我会精神肝；人也无晓讲好听话我会困袂去。搁前前，就是你耳根做主安尼。你也去互眼睛做主咧，迄衫有够水的，迄无买足无彩的，穿你我身躯安那得子有够漂亮的。搁前前，安尼你目睭眼睛做主安尼。我食咧，迄油炸炸甲香公公各位先生，迄个你喙咧做主安尼，迄拢毋是你的自性咧做主咧。你的自性做主咧，迄油炒的毋通食。迄钱食到啥？血管会阻塞，袂使食。迄可乐会啥？会伤身体，袂使食。迄就是自性做主啦，安知？就差这个年讲尔啦。就是毋通贪啦所以讲，迄个自性是佛，生活无佛，修道上较重要是自修。所以咱学水之道就是安尼，伊足自然就发展出来。咱来当学道办道成对了道会当有哪处事拢用你自性的发展，各有浅显。你到处拢会当受到人家的欢迎真的因为你就是道的表现嘛，所以各有浅显，咱一个人才，去到国外开放，要建功立德，这拢做好，咱就是爱做甲安尼，就是你的起心动念拢就是道念，你的起心动念无私心。安尼用道念、道心在做代志各位先生，咱道伴会做啥？会做平稳的。你到道，遐个道无就风电；你去到道，遐个道无就风电。做自然就是安尼啦。因为安那，若讲迄个啥，大家目睭足光的，你咧做啥，人拢看得足清楚。所以六祖甲咱讲啦，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啥物见性是讲，你用自性做事，你就是见性。出去咧，就爱平等。啥物叫平等？一视同仁呐。我就是有一届参加一贯的总会，伊去讲一个事例，都互我听就对啦。我嘛，迄个啥，感觉咱大家谨慎啦。伊讲伫尼泊尔就对啦。因遐点传书记讲足好办的啦，遐人拢足虔诚的啦。因为遐人生活无好。咱一贯就入去咧，好，大家啥？讲要拜拜啦，讲要求婚咧，好，大家足爱拜就对啦。毋免偌久讲道有足方便的啦。毋过一届大考验来啦。就是啥呢？因为咱是拢有点传书有人在过。过因咧厨房的啦。就讲这是点传书呢，这是真人呢，这是人才呢，办一只足青草在食。其他30几块倒啦。就办因遐人要食，因遐人就食甲凊彩啦，食甲遐无好就对啦。因遐人才一定5、6档有哪常常要新色啊。伊就安尼看，点传书的食真好，阮咧就食这，你敢知比较心就来安尼，平点心就无去安尼。各位先生无讲你要安怎做，咱拢在参食共款就对啦。真诶咧，互我一届参真人咱台真人去新加坡啦。迄个啥，咱这个周真人有哪有去就对啦。但真人伊做有德的啦，迄德有够圆满就对啦。就大家地尾就办好倒仔拢敲好拢摆好迄个人才就递毛巾去请真人出来食饭嘛。咱真人你就知影，无话无句啦。敢是安尼样安尼啦。即摆请出来无坐落啦。是毋准备要食饭伊无爱食啦，各位先生。咱周真人就讲真人主笔咱食饭伊毋讲话啦，但真人毋讲话啦，也毋食啦。周真人做了解咱但真人的嘛。讲迄个真人主笔
敢是即个撇仔吼，迄个小大地啦，吼，因为吼，迄阵就是迄人才咧撇仔用遮大地攞互前人食啦。啊，一般的点乱输甲人才是用遮小地安尼啦，撇仔无买大地就对啦，啊，前人的特别大地啦，啊，前人的伊就爱讲无平等心啊啦，伊就无爱食饭啊啦，安尼啦。哦，啊，周前人讲敢是撇仔吼，小大地啦，啊，无咱换一地啦吼，撇仔换歪，参逐个人才拢买大地，吼，伊才开始食啦。啊，你叫平等是对啦，各位前人，咱的前辈者就是安尼咧领导咱的，咱的前辈者是安尼照顾咱的，咱的前辈者是安尼咧显导咧，互咱看咧，咱看无，就是安尼啊，啊，无啥物叫道，吼，啊，所以吼。咱对前人啊，还是对各位点咱都出去，咱会当学做一物件。迄个物件毋免伊教，咱家己目睭去看，看你有咧智慧人去看即个物件无？吼，啊，所以咱反观自照啦，吼，好，所以水的特色，伊会当沉淀，吼，所以咱今仔修道办道就是爱有个沉淀啦，吼，包括咱讲话毋通伤紧，吼，袂说机关就哒，吼，人听嘛足忝的咧，你敢知？尤其去国外啦，吼，香港好，大陆也好啦，倒一个国家，咱咧讲话速度爱比咱台湾咧讲的速度更加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因遐腔参咱的腔无共款。白白去大陆有无？咱嘛讲台语，伊嘛讲台语呢。各位前人，咱讲的台语听无？伊讲的台语咱嘛听无？你敢相信？因为我定定去啦，一摆吼。迄落摕一台相机来啦吼，讲领入嘛，合一个，讲啥物合一个啦吼，听拢无啦，翕一个就对啦，讲合一个，啊听得足奇怪啦，啊因遐台语参咱遮腔有够重的啦，听无啥有啦，啊去香港嘛是共款啦，吼，一摆吼，迄一个撇阿姨啦吼，就讲领入嘛，啊你洗身无？哦，洗身哦，这恐怖。啊，阮啥物代志要洗身啊？安尼啦吼，因为我减一字啊，洗身躯啦，还是躯无讲洗身啦，安尼就对啦。哦，阮台湾洗身是足严重呀咧，迄身吼，一定足严重啊洗身咧。伊讲无啦，洗澡洗身啊咧吼。所以咱咧讲话听无啥有，爱伫讲话咱嘛听无啥有啦。吼，啊，所以这是啥？这是国人的文化。吼，啊，所以吼，咱讲话嘛是爱啥？速度调拄啊好。行为咧爱沉淀一下，吼，啥物话该讲，想看卖较讲，吼，啥物代志清晰一下，吼，迄落啥，考虑一下，沉淀一下，吼，较搁去做，安尼吼较袂去犯错啦，吼，所以水伊的特色就是啥会沉淀，啥物沉淀，像一杯倒落去足野看，你若看到遐，差不多几点钟了吼，伊的落的物件就降落来啊，降落来咧。吼，就上清下浊啊嘛，吼，所以伊就是有这个厉害，吼，啥物叫平？迄个水平、气平气和啦，所以吼水上平啦，各位先生，天公就无法度做甲足平，毋过水伊就有法度做甲足平啦，所以你看咱迄阵时啊去即间圣堂的时阵吼，咱后来你就知，迄师傅啊，咧去迄个地板无吼，因那掠水平，用水，用一个好处讲无，爱透明的，啊水啊入落。哦，不管去到倒哦，只要是抓咧，这点抓咧，迄点一定平，有厉害无？水是永远拢是平的对啦，叫做心平气和啦。所以咱今仔日修办道当中，不管你撞着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啥物境拢好，咱就是爱心平气和，这是水之德啦，吼。好，所以讲侯纳过而不胜。所以你看咱摕去洗便所摕臭的啦，吼，足侪惊人的啦。水吼，伊袂呛分呢，真诶呢。输在你母，输在你用，输在你去冲。咱嘞，咱若受一个苦，也是啥？咱前辈才人责备一个，吼，也是说落啥？哦，小可人白考一个，啥物考一个？哦，咱的呛的心就开安尼，你敢知影？迄不平的心就开安尼。是那今年他也无拜着我做干事，他也拢要拜啥物啦？迄新闻真就走出来，各位先生，你敢知？所以你看今仔是咱互我要讲水，水就是安尼遮厉害，排着安怎咱降温，无排着咧嘛降温，毋是安尼吗？他有啥物亲温心？忍辱受苦而不恨，而不恨啦，吼。
所以吼，咱有顺口、逆口、平口、无所不知口，有够济就对啦。啊，你无安尼口，无安尼磨，要哪会成道？所以为人佫反映讲，啊，道中话吼，道中最乱的咧，师尊也有代志来讲，一点最重要。伊讲吼，就是安尼，咱所有人才，大家面面角角拢无共款，照着道中的啥？搬来搬去，搬来搬去，练来练去，要互你练甲圆哥哥转闪闪转来。所以你看受课好毋好？好呢。受活好毋好？好呢。因为迄是咧成就咱的啦。互我去香港吼，有一个先生问互我一个问题啦。伊讲吼，你看是嘛，足奇怪呢。阮婆婆吼，伊就嫁去因迄边吼，因婆婆啦，定定咧找伊麻烦啦，定定咧找伊有诶无诶啦。芳茶好啉，万仔嫌伤烧啦，万仔嫌伤冷啦，逐项代志都袂顺伊意啦，我是也要气死啦，讲有当时气到吼，拢你伫房间都哭啦，要安怎啦？各位先生，迄等着你要安怎回应？你要安怎应？互我若讲恭喜你啦，伊讲啥？你啊这叫做恭喜喜上好来啦。互我就讲，你感觉一个叫做啥？勤快啦，一个叫做岳飞啦，伊讲知啦，迄个故事我知啦。岳飞就去互勤快害啊，后到尾去皇帝战死啊。我讲对啊，恁婆婆就想啥勤快啊，一直要来害啊，敢是？人岳飞去互害死了，伊成不做等于呢，敢是安尼？勤快咧，做鬼呢，出世几六世安尼轮回，一直几六世人做古做变安尼，你敢知影？恁婆婆咧找你麻烦，就哪想勤快要害你即个岳飞呢？你看做我较好，做鬼较好啊，伊拢掂啦，咱着譬笑，害，安怎无要紧啊？咱毋通去鄙笑人，毋通去害人啊，敢是？所以其实迄拢就是咧成就咱的啦，处事接物而不染啦，就讲咱做所有的代志，在地不沾地。先天嘛就顾，后天嘛就顾。咱后天嘛咧做生意嘛是爱上班嘛是爱顾某囝。毋过呢，咱在定袂去互即个定歹互咱卡掉的。咱追求名利，袂去互名利咱啥引诱去，心不动啦。水伊一个特色就讲，水流向低啦，人收欠。欠卦是伫易经384爻上介好的一支卦。14卦，伊拄好排第15卦，是那欠太才好，伊叫做第三欠。太第三欠，山遐悬佫比伫地下各位先生，有欠伊个。那是讲即个人能力足有诶，德行足悬诶，各方面拢足圆满，伊佫搁较加，安尼叫做欠。要做到即支欠是无简单啦，凭良心讲啦，爱讲咱尽量学水啦。较欠伊的啦，搁较加的啦，安尼就对啦水灵相容，各位先生，你看白水无味啊，毋过伊掺所有的气味拢会当弄少伙呢，酸的啦、甜的啦、苦的啦，迄个香的啦、咸的啦，各位先生，安尼有厉害无？像你看台式迄块戏，算有钱人，你看共产党无理取闹啊，无罪嘛要定伊的罪呢，你啊看咱受苦、受苦、受磨，各位先生，安怎？一罐的上水安尼，化掉伊，有厉害无？当下就化掉伊啊！所以算老前人，伊安尼受苦受磨，伊无怨心啦，无起心动念啦，伊问心无愧啦，就是安尼。为什么？因为伊就上水安尼，一定要化掉伊啊！人找伊麻烦，化掉伊。侮辱伊，化掉伊；人拍会死伊的肉体，拍袂死伊的灵体，化掉伊。各位先生，所以咱一贯的就上水安尼，什么样的来，通通把它化掉。到咱台湾起头嘛是即个概念的时阵，政府嘛袂了解咱啦。迄阵嘛是咧你安尼，各位先生，咱迄阵听咱前辈者讲，咱陈前人迄阵讲叫掠三杆去的呢，陈前人呐。咱陈前人有练气功咱知影他有气功气功最厉害你啊去就问啊，问无安尼修法呢，
迄代志是大伙我讲诶，讲刑犯吼，安那用迄枪柄咧断呢，枪柄啊，吼断伊巴肚呢，爱有练气功啊，伊气功行着吼，我断袂停就对啦，伊讲断拢无挨着啦，吼，啊我前日啊，你遮厉害，我断无挨着，啊尾仔咧，伊讲伊知影，因咧警察知影有练气功无，讲拄啊调开来，好调开，无法度练气功啊，讲甲爱地叫娘咧，讲有咱叫两三届就对啦，吼，伊就知影德金、利金、天平金啊，伊才有可能放弃，吼，所以各位前前，较早前辈遮拢就是安尼，小了迄落啥？酸啦、苦啦、热啊、咸啦，拢受够济啊，就对啦。毋过因足伟大，上水安尼化掉伊，无代志。这着咱前辈遮因的啥？因的大智慧，安尼慈悲，啊无前辈遮一路安尼打开，咱无法度有遮大景的活动呢。啊到民国70几年，你看政府认同咱啊，伊管到是最好的迄个啥宗教，对咱社会国家应用有够多。有够济就对啦，所以只要一贯道的人，伊毋免小法律，毋免红车顶，一贯道地主绝对袂去犯规，各位先生，雨过天晴咧，是拢用水啊化掉呀，水啊伊个会当参所有的人做伙，你啊看水道里啊，你乌色染落，伊嘛容纳咧，白色、红色、黄色、蓝色，不管啥物水，伊拢啊化掉，拢啊容纳起来，各位先生。咱修道办道有法度安尼无？莫讲修道办道，咱白白道心有法度安尼无？即个我较介意，伊较甲讲，我就较欣赏伊，即个看着就抵达，安是安尼，即个安怎爱问到足济咧？你是非就足济安尼，你家己看即个好，迄个歹，迄个安怎，迄个对，迄个毋对，咱家己的众生足济呢，所以咱今仔各位先生，咱今仔度众生。外口的众生爱度，内心的众生敬告甲爱度呢。咱内心的众生重念众生呢，所以爱修甲无重念、无念，较是正念啦。所以你看水就是安尼，参啥物人拢会合。各位先生，只要以土形来讲，就土形啊；五行来讲，就土形啊。你看土参水嘛会合，对不对？水倒咧土吸来啊。火烧烧咧嘛比土啊。木材咧，木材嘛是爱搁啥栽伫土里啊。金仔咧，金仔嘛是藏伫土内底啊。所以金木水火土，土就像水安尼，伊会当容纳万物。当像咱修的共款，人好，无就歹个啦。各位先生，这就是水的厉害水会当啥随气，就是叫做随风救援呐。啥叫随风救援？各位先生，你看水足厉害哦！伊啊，当着伊型的伊就流到变伊型的，敢是？伊也四角形的咧，流到变四角形的、三角形，不管啥物形的，伊流去就变啥物形的，有厉害无？迄水就是安尼啊，软格啦，柔啦，也袂参咱计较啦，也袂参咱比较啦，也袂参咱满啊！各位先生，迄水太，德行太悬嘞，迄就像咱修道共款，爱受机会利行啊！点传出排着啊，安怎？不管是菲律宾嘛去，不管泰国嘛去，不管倒一个国家咱嘛去，有当咧环境无好，各位先生，咱嘛是讲奸淫啦，点传输因啦，去开放报警，咱是做好耍的，你对去看觅，真诶咧，我一摆对咱周天人啦，伊迄阵做经理的啦，去马来西亚。去遐开单，互我对去，拄我咧开单啦。各位先生，你敢知偌辛苦？马来西亚温度是40度呢，热人呢。40度，因迄间厝内底无冷气呢，打电风呢，迄电风吹出来是啥？烧气呢。各位先生，一间仔囝，一间仔囝差不多咱这30岁无啦，缀偌济人，100外个人呢。伊感觉拄开单，搁拄忙要煮饭互食，搁来去去的，前日点落去讲三宝就走，迄前日迄豆干是真正飞袂离呢，真正七走袂离呢，各位先生，即摆点好啊，伊要落去休息啊，着规间拢人啦，房间嘛人，伊嘛无所人坐，合椅仔人坐都无呢，你敢知影？去凉亭仔较坐。
啊，两囝迄个40几度啊，各位先生，免啊坐袂掉咧。所以各位先生，咱老用吼，对咱的前人、父前人，各位点样出去行行，你就知。咱就会当体会讲，哇，道太宝贵啊！所以有当时啊，互我对前人点样出去吼，毋是去遐生传的，各位先生，好水感觉就是安尼咧，是因遐咧生传咱咧，你知无？你看到因迄种的热心吼，迄种的爱道之心吼，迄种的付出，迄种的牺牲哦，你会足感动。迄是咱台湾看袂到的景。我到一摆吼，咱伫遐伫马来西亚开班嘛，就一班咧，睇一个乡长都徛开就对啦。阮伫后边，我奇怪，迄个无代无志咧徛到遐创啊安尼啦。徛到俺嘛搁继续听咧。伊徛到啥？徛到下课的时阵。我就做好奇的，好势做好奇，伊说地啦正台厝啊，你是安徛到遐用啥啦？有啥物代志？你也无坐啦，安尼啦，因为爬到我啦，拢无去打扰他就对啦，伊要徛叫徛就对啦。伊讲我就足爱困的，佫足爱听，我惊拄久所爬到徛咧啦，徛咧就袂拄久啊啦。各位先生，咱感觉有这个精神。我今仔佫来遮上一课足大课的啊，原来拄久会当徛起就袂拄久，咱遮咧，拄久好拄困去，册架拄下课安尼，差足济咧。各位先生，是你咧道伊，还是伊咧道你？出去吼，你就知讲吼，人遐前人遮做慈悲的啦，伊用不言之后，你知影吗啦？所以吼，水伊就是哪遮尔行。你看水舍得呢，伊足甘喜舍呢，真诶咧，伊干的就是要利益众生咧，花啦、草啦、啥啦，所以我讲一个聊话就对啦各位前生，咱若要做实个啦，这个时阵赶紧摘菜啦，真诶咧，这个是秋天到啊，寒人要到啊，风太就少，雨季嘛无啊，所以这摘菜拄啊上好。咱食菜人食菜上好是家己摘啦，无喷农药的，迄偌甜咧、偌汤甘咧，你敢知偌赞咧？真6个礼拜摘，差不多3个月就收成啊！互我今年摘100外粒就对啦咱若无人食，敢会互我遐恶啦。毋过在3个月后啦迄真正有够甜，有够好食的啦这是另外啦所以你看水养来就是要利益迄众生咧，要菜啦、花啦、啥了，利益了了好，逐层拢足水的。你咧看迄菜咧成长你会欢喜聪明啊！你会足欢喜的啦。袂像你栽培一个人才我看伊伫成长啦，伊伫求到啥物拢毋捌，比人才比服务人才，比讲师搁其实，咱若看到安尼，你心里会足欢喜，对毋对？甚至摕8点乱书这就是较早我的护学各位先生，功德无量的，真诶咧，属实啦，所以各位先生，舍得。有舍才有得，水就是安尼利益众生的啦所以人不能一天无得啦，人不能一日无水啦，同款意思啦，所以道加水，伊是足细致的，水袂当代表道，毋过呢，伊参道一定足接近的就对啦所以水无替代品啦，道嘛是，所以道是不二法门，万物不能欠水，众生嘛袂使离开水，所以各位先生。咱无食饭袂要紧嘞，无啉茶咧，不行嘞，真的是不行嘞。咱人会虚脱，各位先生，咱知影无？咱一个身躯70%拢就是水呢。这个身躯这个肉体你浓缩缩的70%拢是水呢。所以你看水对咱来讲是偌重要。所以身体要健康无撇步，多2步尔啊。叫做啉水较行路，水啉无够。有的时阵就去行路，像阮周经理伊足厉害，伊拢困到差不多4点5点伊就爬起行路，行咱神仙山，行点外钟，行到豆瓜，转来较洗身躯洗较食早顿，伊的习惯就是遮好。去到香港嘛是，去到大陆嘛是，都是这样子，伊的习惯就是安尼。有道无落来办，有人伊开始讲经说道，有啥？各位对象伊来鼓励请教受信，各位先生，这参水有啥物无共？拢是共款安尼，水利益众生嘛是安尼就对啦所以水先利万物利不争啊，
水的特性吼，袂参人争夺啊，所以吼，咱嘛是爱学水同款，水伊吼，第一众生伊袂参人有诶无诶，所以咱今仔日不管你去倒开荒，拢同款，借势化病而不精，毋通讲这是我诶好客，这是啥物人诶好客？各位浅浅，上个好客，阿婆诶好客啦，毋是你诶，毋是我诶，毋是家人诶，毋是送诶，拢是啥？拢是阿母诶啦，所以吼，咱毋免参人坐啥，即摆吼，咱就是一个浅显吼，有一个问题啦。讲咱遮栽培一个人才开，即个要发心啦。毋过吼，佫去互花艺组吼，教伊就对啦，吼，伊讲教伊安尼啦，讲吼，但是翁较佫会教伊，意思讲伊去花艺组一届去参加迄个法会啦，因花艺组都毋係啥物方法啦，说仪器较有感应啦，较有感受啦，所以就可两边走安尼就对啦。各位先生，你也定着即代志要安怎？咱嘛袂使强求咧，各位先生，事实咧啦，因缘个人的因缘足歹讲的啦，嘛有较早是别个单位的，敢是安尼？因为伊过来咱遮，都下来咱遮，嘛有安尼啊，嘛有咱乡下就去台北是去倒，咱较无法度去照顾伊着，都我迄边的活动，嘛是会使，咱会使，因为一无之数，一数之道啊，歹着去参人争。人才啊会当好啊发挥伊的功能大天宣化，报天灵道，这是上介好的啦，毋免争夺啦，毋免争夺啦好，所以不争就是无求人不求人知，为先不欲人知啦所以安尼叫真善，所以伊嘛袂妄报啦，嘛袂家己做善炫耀家己的功德啦，水就是安尼所以咱若修道佫会伫遐碰风我度路一个人啊，你敢知？迄佛堂较早拢我来建设的咧，迄个班厝拢我主持的呢，迄较早拢我花的咧。各位先生，咱无使讲伊咧修啊咧。真诶咧，咱修道就是过去心袂使有啦。讲较土俗的，讲袂使碰风啦。较早你偌熬，你偌欠，你偌牺牲，偌奉献，迄叫应该，了解本来就是要这样子的吧。咱若退下位啊咧，上好我伫学界摕落来，摕落来就是上好啥？像执行官安尼共款啊。执行官你在位时阵，啥物代志你拢爱插啊？执行官降落来时阵咧，安怎无你的代志啊？你着毋茫伤插啊。嘛是咧办道务啊。过去安怎？迄拢莫讲啊，因为迄定过去事啊啦所以水伊的德行就是安尼，袂家己啥？炫耀家己的功德，这就是咱学的啦所以处众以之所，故己有道。所以水伊啥佛上低，上潮的所在，上阿早的所在，上热的所在，咱唔爱去的所在，伊拢无怨无怨。各位先生，咱若真正修到安尼迄毋是佛着足奇怪安尼。这有一个故事，互咱讲互咱听啦迄较早无，咱咧中亚的遐前辈者咱着知，尤其庄脚人着知。迄较早因咧前辈者咧度人安怎，你敢知？一间拢是度规家伙啊，定是度一个两个呢？因为咱即个点道拢是单团独修啦，无你有感觉无？度一个好，这个足够的啊。较早无啦，带来拢嘛20个、30个，为什么拢度规家伙啊？咱较早前辈者嘛哭甲加，偌加，你毋知人个挂丢啊你人够挂呢？毋免钱啦。较早的人是东家有事西家忙嘛，是毋是安尼？因兜喜事呢，大家就去遐斗用，有无？较早庄脚拢是安尼啊。因兜有丧事呢，嘛是去遐斗用；因兜有挂车啊，嘛是去遐斗用。话阮兜咧，伊来斗用，是毋是？较早拢帮助来帮助去，都是这样的啦。咱前辈者为着要度人，嘛是哭甲加。各位先生，挂车咱若要挂，你就知，迄足赤呀的呢，足忝的呢，挂规迄个规工伊腰酸背疼呢。咱前辈嘛哭甲加，去遐斗挂，挂的是毋是人迄主人迄无熟悉嘛去遐斗挂，迄主人就你姓啥啦？斗感谢呢，你今仔日斗不规工的安尼就攀关系呢，隔工迄落连工也去咧，咱就做欢迎安尼啦，咱也讲啥这天道重要性，阮点文书足无简单啦，一个月才来一届尔。
刀吼是偌好大命偌赞啊咧。哦，啊公家讲安尼好，你点段数啊来吼，迄阵拢照排队的就对啦。你点段数啊来吼，好，阮规家我拢要来求道。较早规家我拢20-30个呢，你敢知？像阮就经理因兜吼，讲啊，逐届咧煮饭就对啦，讲啊12块倒啦，100个人啊，哦，足大家伙就对啦。啊，较早人规家我拢至少20-30个人呢。啊，所以啊，爸爸讲好，要求道做规家伙啊，大大细细，不管你啥物人，甲阮带来，啊，所以都做一间店。搁且呢，较早的前辈才讲，就是安尼医生奉言来的，你敢知影？哦，啊，所以顾己有道，安尼作为吼，就上界接近道啊，哦，好，啊，所以有7个仙，水有7仙啦，吼，叫孤仙地。所以圣人一生处处者吼，上人下人，家到无处，逢人达到啥人上人啊，所以吼，水伊的特色。啊啦，未来免做错，伊嘛毋知影要去倒，毋过伊就是放假一直流就对啦。吼，低处就是个贵处，好啊，所以水是咱要往下流，人是往上爬嘛，吼，啊水咧往下流，因为吼低处才有道啦，哦，所以各位浅浅，毋是有一种叫做啥，海水会让600川啦。所以不管惊人水啦、阿杂水啦、恁兜的臭狗水啦，还是便所水啦，拢流去倒去。小狗仔流去大狗仔，大狗仔流去迄个啥角林，啊甲流去啥，迄个溪林，溪甲流去海林。所以咱地球吼有啥？有1/3是陆地呢，2/3开始海呢。所以这个地球拢是海的世界，拢是水的世界呢。啊是安那伊有法度安尼，伊有善地啦。愈低所在，迄就是上介好的地就对啦，吼。好，啊，搁来咧心善愿，吼，啥物叫心善愿？水吼，伊足厉害，深不可测啦。伊到底偌深？各位前人，咱敢知海到底偌深？哦，互我看迄个一寡电视吼，因都报海的代吼，讲真啊上放高，啊，毋过事实是即个代志哦。讲捌即个海吼，有几啊万公尺啦，几啊万公尺哦。讲内底吼，安那有带一群人族啦，咱人哦，拢住伫海里哦。啊，迄种的人族吼，因就习惯住伫海里，啊，像咱安尼规庄的就对，安尼生活拢就是安尼。啊，因袂晓讲咱人话，啊，佮有一个吼，就是去互发觉着就对啦，啊，当啊请开陆地啦，啊，伊伫陆地卖我，伫海里卖我，啊，伊袂晓讲咱的话，毋过吼，因会随时拢你所强的，听你讲吼，毋免偌久伊就知影你咧讲啥，去体会着即个物件，啊，就会晓讲恁的话，啊，所以就有法度啥，就来有法度参恁交流。啊，即卖有法度交流，吼，咱咧问讲，奇怪哦，啊，你伫水里头有法度活干的啦，吼，搁安怎啦？伊讲吼，遐个所在毋是我一个人的啦，是规庄的啦，啊，阮就是自古以来就是拢伫遐生活啦，安尼啦，啊，毋捌开陆地就对，啊，即届吼有即个机会吼，安那参恁开陆地啊，看一个世界，有哪无共款就对啦，所以各位前人。世界上哦，啊啦，千奇百怪呢，真正深不可测呢。咱何老前人的德行偌深，深不可测呢。咱的单前人、咱的周前人、咱的副前人，各位点出来说，因的德行偌深，深不可测呢。看是普通人啊，毋过咧，深不可测啦。迄落像水安尼，水有法度比液体的，就像咱咧啉茶安尼叫做液体的嘛，吼。咱看是安尼啊，伊嘛咱啥？即杯茶啊，放到冰箱啉，冷冻，明仔载就变固体的啊，变冰，敢是安尼？即杯水吼，你啊香滚的，变气体的，变气啦。啊，所以你看，咱看到雨啦，是雾啦，是云啦，是霜啦，是雪啦，各位这其实拢水呢。啊，伊这有咧讲一个学问的，第二，互我大家来点一下吼。咱吼。是民主制遮叫上丹田啦，啊，咱遮吼生活遮叫中丹田啦，啊，落来遮吼叫下丹田啦，啊，下丹田吼就是要提出一股的热气出来就对啦，
啊，咱人的心吼是伫后壁啦，即两个心啦，心水嘛，心代表啥？水，哦，水代表乌，所以你看咱的水一只后边啊背互悬开，吼，道家咧练啊，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时还理，其实就即个功夫呢，吼，啊，所以吼变啊做，定扣手就对啊啦。你若想啊，水一只要啊走开头壳顶，无可能啊！爱搁走到头壳顶，爱搁坐小周天呢，爱搁坐大周天呢，嘿，吼，啊，迄个啥，就是要练互水变气，吼，气较有法度上升，上升伊较有法度坐小周天啦，吼，所以各位先生，咱若要扣手的时阵啦，早现象晚现象啦，好势毋知影咱拢安摆啦，啊，好势拢是安尼啦，好势拢用三宝啦。哦，啊，你指若上姜，吼，啊，你开始目睭八分开，两分开，暗时，哦，明明上帝施扣手，啊，你慢慢摆，安尼摆，安尼摆，因为咱缺的吼，迄个水伊就平行啊，敢知？安尼咧海吼，伊只咱头前只迄个上丹田吼，产生一股的热气，吼，啊，水啊，当着热气，伊是会烧开闭气，哦，啊，闭气吼，你安尼摆闭平行的嘛，咱气就冲到咱的百会穴，真正冲开哦。哦，啊，冲开了吼，你就开始运小周天啦。所以其实咱咧扣手吼，这步就是啊，这步吼，就咱前辈才留落来，要互咱练精化气、练循环，你的一步功夫啦。哦，啊，咱若真正有法度练到，讲哇，你一讲过一只哦，互我来强去。啊，你讲要安怎？用你的意念带动你的气，吼，毋通直接落来啊。你着啊想，我的气吼，要倒转12年，洗了吼，搁正转12年。各位先生，你也我都带动到安尼吼，你智慧大开啊！咱这是拢一寡修道的步数就对啦吼。啊，所以讲着水拢互我讲着这啦。啊，所以师尊老大伊要来讲较济，伊讲，迄个你认为对，未必然是对啦；你认为毋对，未必然毋对啦。啊，无要安怎？定扣手就对啦。暗中天气呢，你定扣手吼。你的气就真正就伫遐小周天啦，吼，啊，这对咱的身体做好诶，对咱的身体做好诶，吼，啊，所以伊水到底偌深，不可测，好，啊，所以各位先生，像咱在座诶，迄比互我较有讲诶足济啦，比互我较有能力诶足济啦，比互我较早牺牲奉献诶啦足济啦，敢是安尼？吼，因为刀伫咱台湾已经60担啊。有诶食菜拢食50担、60担，拢是互我前辈食咧，吼。啊，你讲啊，该叫一个少年家去咧讲，应该是各位先生你来讲较对啦，吼。啊，毋过就是一代要换一代嘛，吼。你看，今仔拜迄个戏剧是要拜戏剧，要互少年了发挥余地，因才会成长，吼。啊，咱下落客咧退货，啊，毋过咧后班咧爱出来扶持。要去国外开放诶，咱即有钱又有闲，敢是安尼？时间上有诶啦，啊钱都毋免偌济，1、2千万啊，去偌银行就好啊，敢是？食利息就好啊，免开本钱啦，吼。啊，像阮去香港一张票差不多7000块嘛，啊利息7000块，就会当来去一趟啊咧，太老板。啊你一个月就让领一届利息，你当一当去12届啊咧，太老板。吼，啊所以咱老吼做有简单诶呢。啥物做啥物代志啊吼，老啊就无路用啊。过先生，你敢相信？像互我较早做胖，真老啊啦！你要叫互我去做吼，我哪会做啦？无迄个气力啦，啊无迄个速度啦。吼，各位先生，咱敢知影做胖？互我拢讲一寡这neu术互咱听吼。迄做胖的速度爱偌紧，你敢知影？吼，袂说了拼啥物咧？因为吼，你啊速度无够吼，迄胖伤发去，粗发歹食。你得爱时间来变啊出来的啦，你看做胖，所以做胖的人身体就体力咧。所以互我吼做欢喜迄阵吼，第20担前吼，胖店就爱赶开，无可能无法度活到今仔日啦。是不是咧？我要做偌忝，你敢知影？一届吼妈济啦，做300外的蛋糕啦，吼，咱是要做欢喜好，300外的过60万啊。你敢知影3暝无困呢？真正用细命拢偌钱的呢？我拢甲阮太太讲吼，即个钱吼趁会着，开袂着啦。也是收得较好啦。所以真吼，阮毋是胖店无生理关开，是生理上好，污歹身体都要关开，就是这样子啊。吼，啊，所以各位姐姐，
修道吼，咱愈老道，愈前辈者，吼，像在座后60岁、70岁、80岁，各位先生，你敢知影你境界偌悬啊？你敢知？有当时咱家己唔知影咧，上水安尼深不可测呢。嘿，啊，毋过咧，听你咧讲课，听你看你的举止，你质量做有道气的。所以咱一定拢学到啥，深不可测啦，叫啥心善愿啦吼。有善人，有就是福人啦吼，人就是得到仁义啦。所以各位先生，这段话咱大家拢做甲足好个。所以，我会知咧听迄个黄讲师讲吼，讲圣人安怎，互我咧思考一件代志啊。咱都讲的圣人是啥物人啊？各位先生，圣人是啥？在座的各位先生，你就是圣人啦，是不是安尼？啊，要鼓励一下哈，你讲我否定啊？唔免怀疑，各位先生，你就是圣人，你就是外分。无互我讲几点看你做有够无？各位先生，你有参考无？有啊，啊是有迄落啥佛嘛是参考所写啦。各位先生，你去度人无？圣人嘛去度人啊，各位先生，啊你有去讲经说道无？有啊，圣人嘛去讲经说道啊，吼，各位先生，啊你毋是圣人无？你是僧啊，不是吗？咱是在世圣人呢，咱是活在世间的粉呢，叫做活粉呢，毋是死粉呢。吼，所以各位先生，你看这段话是咱大家拢做足济啊，吼，为一定伫道中牺牲奉献。像互我一届去咱学校吼拜访一个前辈者，去吼，伊已经80几岁啊，算身体无好，拢无法度出来活动啊啦，阮就咧谈伊聊天嘛，阮吼，伊就开始讲啊，讲迄阵较早伊拢做上礼啦，上礼做了就去讲三宝啦，有咱会晓回忆迄就对啦，我听听好佳哉，有恁即群前辈者来拍坚定。正口有法度轮着阮做，阮即阵咧有可能爱去接棒互后一代啊咧，敢是安尼？所以互我迄阵了30岁迄阵入来道中，目睭年的你感觉？讲这60岁啊，你敢要相信？目睭年一个，可能差不多爱用光去种啊，敢是？足恐怖，迄时间有够可怕的，毋过好佳哉，咱一生当中像即句安尼就对。度人求道，度人亲口所示，去开翻保证，去到人去说道义。咱人生活到足有价值。水伊就是安尼，利益天下间的众生。这就是道啦吼。连先性，你看水做修行的安怎？海水有涨潮退潮，咱若住伫海边，你就知。什么时阵要涨潮，什么时阵退潮，有一个定时呢。毋是黑白来呢，这天地足奥妙就对啦吼。而且四季当中一定有一个梅雨季节，它会个梅雨季节，这个时阵就是要落大雨，互恁的水库水人淹，无咱无定定讲哇无水啊，水库无一定无落雨来啊，迄阵就上紧就是毋是梅雨季节啊，所以紧无啥落雨啦。所以即下落一届吼，拢小小啊吼，落一届寒一届，落一届寒一届，是毋是安尼？前辈者拢安尼讲嘛吼。所以水伊就先上修行，而且伊也当着烧咧，伊就变气上升。冷咧，伊就下降。所以就像咱今仔修道办道共款，毋通妄言啦，毋通轻言啦。咱讲啥就爱啥，做甲到啦。所以足侪前辈者吼。我一个讲咱学讲师啦，佫毋啊，我是咧毋啦。伊讲足侪讲师足够讲，都做袂到啦。互我讲，你毋要讲我，讲毋是啦，别人啦。互我讲，你毋免看遐济啦，别人做无够，你会做好够啊，毋是安尼吗？咱毋通为着讲咱迄落无爱去学讲师，就一大堆理由，安尼毋好啦。所以迄落咱尽量去讲，尽量去做。迄就是啥？这就是修行。因为人若无信不入啦。包括咱咧做生意共款啦，你也话凊彩讲的啦，产品做了无好势啦，人互你骗一届，你后盖袂参你做生意的啦。咱修道更加佫重要。你当时要去载人，几点要去载人，你要准时摕，佫甚至摕早去，袂使迟到啦。这就是啥？修行啦。
啊，咱今仔讲吼，要来一班哦，嘿，啊，要伫啥物所在吼，啊，要去遐稍等，各位前年8点，你着爱8点进前5分，你着爱到啊。你毋通到8点10分，人搁等无人，各位前年9个人等你一个咧，啊，要安怎？要走嘛毋是，毋走嘛毋是呢。哦，是毋是？互我讲这足实在哦，因为互我拢捌当过啦。哎，规台车等一个人啦，哎，大家等到迄落9人节内底，大家翕着啊，讲啊是要去毋去啊咧？哎，啊甚至等到一定咧张啊，吼，啊毋去嘛，无做一个交代嘛，无敲电话来通知，啊咱咧约电话，电话佫无接哦，啊你看啊真正吼，毋知要安怎呢？哦，所以这个信就讲，伫咱修道办道当中，哎，做生活化。咱讲几点，啊要到倒等，咱就一定要准时去到遐。吼，安尼是毋是逐个拢做好这项会？哎，像咱高雄，哎，足侪前辈者开拄大互我讲也要载人足辛苦的高雄嘛。哦，这一个遐一个遐一个，啊，设置来点外钟呢，毋是像咱庄脚足简单呢。哎，啊，互我讲，啊，恁才无爱去做一个所在吼，啊，就即个去遐载，安尼就好啊，无做好势。哦，集中在一个点嘛。吼，啊，尾仔就真正哦，啊，无阮集合到做一个点，啊，遐一堆集合到一个点，是毋是咧载的人足轻松的？吼，啊，去遐来载，吼，一台车多好，啊，拄我来回答。吼，啊，要转去嘛，共款，迄个点我就来帮互恁逐个落去遐咧。吼，你嘛讲9人坐，8人坐，啊，佫一个送去到因兜吼，很辛苦呢，各位先生。吼，咱来体会咱前辈遮个迄个啥辛苦历程啦吼。啊，咱高用吼，互我正佫用一招啦。吼，哎，公车无够嘛，啊无变怎？哎，坐地铁啊，高雄地铁无做好发达了无？吼，啊，即摆这个消息发布出，哎，原来前辈将家己坐地铁，因为真坐毋免钱，所以后8点咧开班吼，伊拢7点就坐到遐咧等啦。哎，安尼是毋是好方便呢？因为佫毋免司机去遐载啊，哦，按着家己自动自发佫坐来啊，啊，转去嘛坐地铁转去啊，足方便的啊。哎，哦，啊，所以强则便则通啦，哦，通则悠久啦，吼，所以咱修道就爱修行吼，精神治，哦，就是讲咱迄个管理众业之事啊，对万物拢拄啊好啥圆满，哦，像水安尼啦，你若像一个仪器啊缀着无，水伫遐填，上济伊就满出来，哎，有无？哦，啊，像这个佫啊布置，迄就像咱今仔修道共款，无为啦，无造作啦。无对待啦，嘿，所以度众生无啥，无分你好恶善啦，嘛无分你是朴素啦，吼，啊无分你讲是做生意啊，无做生意啊，拢共款一视同仁。因为吼，不管你是好恶善，还是总统，还是部长，还是啥物啦，还是一个记者拢共款，大家拢是有正正经的服受。因为咱今仔是咧度佛，是要啥？哦，迄个啥度化众生，所以咱无分即个阶段的人就对啦。哦，啊，所以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以成佛，哦，这个是精神治啦，吼。啊，苏仙灵，哦，各位先生，水吼，啊啦，高深莫测，爱搁做厉害，大项代志伊会当做。哦，你啊看饮食啦、灌溉啦、发电啦、关工啦，吼，啊，咱洗便所啦、洗衫，反正咱一工若无水吼，真正会掠狂啦，哎，真正咧。啊，咱若一工无放去滴金啊，无要紧啦。哦，啊，毋过咱拢较爱金啊，无爱水啦。哦，水对咱来讲实在太厉害咧。啊，这以修道来讲呢，叫做君子不器。咱着要学水安尼啦。哎，你莫讲啊，我着会晓迄落啥？哎，我会晓滴毛巾尔。无啊，你出国拄我会晓滴毛巾一步尔呢，敢是安尼？哦，啊，你讲我着会晓做上礼尔，我三无四欠一个下礼，你要安怎？哦，啊，所以。咱办道就是一个爱当做十个用啦，吼，咱周前人一直都来互我交代啊，讲出去一个就是当10个用，真诶，哎，安怎当10个？得去啦吼，你着爱晓写标文啦、挂号啦，吼，啊开始咧，吼，会晓做上礼，会晓做下礼啦，吼，啊来咧做下礼了，爱讲三宝啦，三宝讲煞吼，换前日去讲课啦，前日咧讲课时，咱着爱走去厨房安尼，规个着爱做几项咧。哎，上台是讲师，下台是厨师呢，你看，哎，真正10挂补个拢爱呢，哦，啊，这摆煮的看到大家食的，啊，那个大家送去转去呢。各位先生，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因为风向是相反的，你知无？迄
开迄足恐怖的呢，毋过关系就好啦，你无共频率，对哦。嘿，你知影？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着逐项拢爱会，所以互我真解去新加坡吼，去遐咧讲课啦吼，就是一工拢点4场、点5场拢足正常的啦，吼。啊，着互我迄个流程拢安尼嘛，啊，拢爱讲三宝嘛。你安尼要讲落到下暗无10点要休息啊，敢若迄个就吼偌酸，你敢知影？咱敢要讲课讲啊，艺术会酸啊，真正大家去讲吼，讲话讲，毋免是伤厚的啊，是安怎吼？啊，着讲到艺术酸甲讲吼，啊，上天慈悲过感觉啊，着搁好安尼，啊好，搁继续讲咧。啊，毋是咧讲课尔咧，迄人才来吼，啊，永丰大哥啊吼，即永丰大哥会害死人就是安尼。啊，永丰大哥好找吼，啊，着搁回讲吼，搁聊天啊，搁鼓励啊咧。嘿，啊，着一工吼，着迄喙吼，拢无咧停的就对啦。嘿，啊，到下暗就你就惨啦，吼，你做酸甲吼，毋知要安怎。嘿，哦啊。啊，过工啊，着个啊好，着个继续，吼啊，所以你看水伊的本能就是安尼，啥物代志、啥物作用拢有法度。各位先生，咱坐真在心中，咱爱安尼，吼，本来就是爱安尼啦。好，冬先时啦，哦，春雨不下有冬啦，哦，从冬雪的不下有夏啦，书命意思啊，不为天时啦，不得人事啦，哦，就是讲，该动即动，该止即止，动静不是其时，其时啊公明啊。吼，就是讲咱该啥，该有班咱就来一班，该咱负责的代志咱就来负责，该咱开放咱就来开放。嘿，啊无代志嘞，咱处理代志好啊，处理好势，多多陪太太啦，敢知影？互我拢有一个回馈心啦吼，较早定来照顾我，对太太足抱歉的。啊，真有用的，好好陪太太。人伊嘛欢喜，咱嘛欢喜，敢是安尼？啊，咱若困到定定出去嘞，无代志的时阵吼，拄啊厝里啦，多多陪先生啦。后摆你也要出去吼，足好出去的啦。事实的啦，互我拢教正顾你，敢知影？所以互我即下要去转吼，只要一句话就好啊，我当时要去啊。好，啊，你家己去处理，做啥？所以吼，当先时啊，就讲即个时你也处会着啦，就像咱咧开班共款啊。较早啦时代是拢挂车啊，迄个开班的时阵，你着爱人车啦，无咧挂车的时阵，你甲排即个班啦，无人啊，大家都无用哦，哇，你收单啊，收啥吼，哇，无法度来开班，就是讲迄个时吼爱处拄啊好就对啦吼。不为种国无有人就讲不立迄个不敬人事啦，不争功争名大利啦嘛袂迄个啥争即个。说那就对啦吼，所以身体天时地利啊，各位先生，这是啥物意思？你敢知？水伊的特性就是遮厉害。我这个比喻你就知，各位先生，咱这个标心是阿门陀空的，阿门陀安怎来？是毋是沙阿门陀石头啊？有无？搁水加，啊，就灌落来，敢是？过工咧，水走去倒去啊？再见了。功成名随，身体天时地利，就是这个意思。人一定将这个任务完成啊，他挥发掉了，嘛袂追求名，嘛袂追求你，有潇洒咯。所以，互我毋知讲性是最厉害，借了这个水，倒来讲安怎做，而且爱搁做个啥无油、无怨无尤咧，所以人无咧怨叹水的啦，敢是安尼？所以周建年迄阵啊，逐互我语重心长讲一句话，互我永远会记哩。伊讲受，着爱受到无怨。即句好势，一世人都会记得记了，对啦。真诶，各位先生，你有怨无？莫怨啊啦！你会达到无我你就无怨啊啦。你无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你就无怨啊啦。了解吼？所以有咱时间吼，因为差不多啊好，尾仔咱来写一首歌啦所以咱唱歌就唱神歌，较正面的、较震撼的啦来示范一下，先生。随时当自强，讲修都是咱家己代志，咱爱自强自发，免前辈只叫，免听人叫，免点来输叫，免咱爱自动自发
间到啊吼，所以互我有咱唔敢占时间吼。所以各位前人，咱今仔听这节课，你有感觉啥无？以后你啊咧用水就无不一样的感受了啦，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老师圣人伊的厉害吼。啊，今仔互我的人报告到这。做者不久，目前咱做起来下节轮宽，马上前人、副前人、各位点燃师、各位前贤大德多多补掉，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得无健康。热烈掌声，感谢我们陈讲师慈悲大众亲举。感谢陈讲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再次让我们热烈掌声感谢我们陈讲师慈悲，请副前人慈悲。